每日都搽精華，知唔知自己用緊嘅精華順序啱唔啱呢？其實每一支精華都有標明 M 培、Essence 同埋絲雲，就算樽身冇寫，大部分嘅產品標籤都會標明。而喺生產技術、分子成分就決定咗呢3款精華種類。M 培安瓶精華安瓶，一般質地濃潔度同吸收力比較高，含濃縮嘅活性分子，針對特定肌膚問題，喺短時間內提供顯著嘅效果，例如抗老化、美白、修復。Essence 精華液精華水，濃度通常低於安瓶同精華，成分較溫和，為肌膚提供基礎保濕同調理，幫助肌膚打底，提升後續護膚品吸收力。質地通常水狀或者較結少少，輕盈易吸收。絲雲精華濃度介乎安瓶與精華之間，根據產品嘅功能有唔同嘅質地，可以由輕薄去到結身，含有高濃度活性分子，適合長期日常使用，針對肌膚問題持續護理。如果你都有用緊呢3款產品，唔知點樣順序用，留言安瓶精華，詳細教你點樣跟次序用，唔好睇少啊！識得精準護膚，效果可以加倍㗎。